首先呢係介紹李嘉誠樓嘅，入面呢主要呢係行政同辦公大樓，包括管理層辦公室同埋校長室。除此之外呢，入面係商學院唔同學系嘅教學嘅設施，同時候呢設有大學教職員專屬嘅俱樂部。小弟係理科人，並唔係商科人，因為我自己冇生意頭腦，欠缺管理同領導才能，所以我自己唔係太適合讀同埋入呢行。